即成的上帝，你的查某囝组织的教会，今仔日是一万特别的日子。你的查某囝伫教会、伫家庭，拢是一个真重要祝福的角色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因对教会的侍奉，为着因伫家庭内底的付出，主，你互因对于你所得到上帝你的荣耀，踮伫因的生命中。主，互因今仔就是代表上帝你来发光的老母。在伫即个所在来荣耀上帝你的名，主，阮要对今仔即个圣经，对今仔即个诗歌，对今仔即个祈祷，对今仔整个礼拜停事来荣耀你的名。主，也愿你的祝福临到伫因的中间，也通过因和教会得到大的祝福。主啊，对打开始教会要看见妇女伫教会的重要性，伫因的家庭中间，因的囡仔要对妈妈的身躯顶悬看到真正的尊贵真正的美丽。就亲像圣经中间所讲，艳丽是虚假的，但是真正的美丽是对上帝你所赏赐，伫伊的生命中间所发出，互伊的身边的人讲，伊是正女子中间第一的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会当活出第一名的生命。愿伫你的面前，将这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愿做你甲因撒下地地。愿咱的恳求祈祷我个所有圣名，阿门。咱甲你边的姐妹比安尼。这毋是干那赞尔，今仔圣经内底讲，你伫所有的女子中间是界第一，哈。赞哈。
喂，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平安。今日是母亲节，莫讲伊真伟大，上伟大的就是咱的主耶稣。吼，所以咱即阵就是要来开始敬拜、赞美、敬拜。请咱大家就是安静心来做今日的礼拜。首先要唱一条阿母的歌，就是行前挂着一蕊剪龙花，就是康乃馨。阿门。接落来，咱要来唱第2首的诗歌《我一生的主宰》。虽然风雨遐尼大，随风山路才歹。
管是逆境还是顺境，总是朋友啊，咱爱倚靠咱的上帝，咱爱将咱的上帝放伫咱的心内，刻条伫咱的心中，互伊成做咱一生的帮衬。咱刷落来，搁来吟一摆，我一生的主宰。
爸爸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教我会晓用安静的心来听主你的声音，互我知影你甲我同在，互我有盼望。今仔日是母亲节，我也感谢主，你想赐妈妈来照顾我，我也求主想赐每一位妈妈拢有喜乐的心、平安的心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搁来唱一遍《安静》。请走啊！
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学乐入伊的院。着感谢伊，学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即是请咱起立，咱来吟圣诗65首，为着美丽的地名。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地岛人内受苦，顶4日个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，上天
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兵，伊要对咱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启应文17篇，诗篇84篇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你徛起的所在，怎样遐通以爱？我的心神恋慕耶和华的殿宇到昏去。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，向我的上帝求救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赤鸟啊，为着家己找一个新厝，婴仔为着家己找一个父囝收，就是伫你遐的这段遐，徛伫你厝的即号人有福气。因要直直学落你，伊的力在伫你，你的心肠向圣安的大路的迄号人有福气。伊行过拉目屎的山谷，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。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，甲伊看捌。伊哪行开力哪加天。逐人到圣安朝见上帝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按耳孔来听，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，你着看，看你受我佑的下面，伫你的殿宇一日较好1000日。宁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门，较好减伫歹人的布病。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耶和华手势互阳光，伊袂捌留一项好物。无互遐个行正直的人，万军的耶和华，我靠你的人有福气。这是咱由原节的来吟圣诗206首。我的心敬我是阮宝座。我
咱做伙三角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就接来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嘛感谢你，拣选阮做你的百姓，做你的囝儿。主啊，伫生活中，阮足侪领受你的恩典，每一日总是有新的恩典进入阮的生命当中。虽然因为世界，阮定定操烦，看见世界来袂记的主，但是主啊，阮的心有时会变黑，阮的心有时无法度安静来亲近主，嘛求主怜悯赦免阮，帮助阮，互阮的生命会当常常甲主来连结。主啊，你着亲像葡萄树，阮着若亲像树枝，嘛仰望阮的生命会当愈来愈成熟，会当活出主你的芳气。主啊，嘛求你信心甲阮同在，帮助阮用谦卑安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用你的话、你的疼进入阮的心，互阮做一届经历你的恩典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免。咱请妇女诗班。
咱做伙来看旧约圣经。旧约圣经箴言第31章。旧约圣经箴言第31章25节。快乐甲威仪是伊的衣服，伊想到将来的境况，就欢喜笑。伊开喙就讲知识的话，伊会知有灵智的教示。伊斟酒看家内的事，无食用饭。伊的囝儿起来称伊有福气，伊的丈夫也学乐伊，讲：查某囝好德性的多多，多多理解第一个。第30节，好人才是富贵的，水也是空空。多多敬畏耶和华的富人人，要得到学乐。伊的手所做的效果归伊，伊的工伫城门要学乐伊。我们一起来读《路加福音》第1章46节到50节。《路加福音》第1章46节到50节。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。从今以后，万代要称我有福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。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”这是咱请淑荣甲秀媛姐妹来做因生命中的见证。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互我会当见证上帝伫我生命中甲我的家庭奇妙的作为。伫我22岁时阵，母亲节，我甲孙大哥订婚。隔年，我预备自己成为新娘，要进入婚姻。迄阵阮还袂信主，但是我知影，阁有一个阁较大的愿望。就是咱陪伴咱家己，成做耶稣基督的心腹，进入神国度的婚宴。我第一届记得，是我生我们的时阵，迄阵我29岁，我甲伊生日涂骹。我的小姑甲我讲：“你有需要啥，来到上帝的面前。”我迄阵透早5点外，一个物件哪像要冲我的心脏，我就起来祈祷。忽然间，那像很大的震动，急速的，而且是有规律的，50秒、10秒停，50秒、10秒。我的厝伫新庄，到病院可能半点钟，我到医院的时候就把它伸在地上。医生跟我讲：“你的婴，你的孩子是耶稣接生的。”伊帮我缝伤口的时候，伊讲：“你爱感谢上帝，因为迄真危险，那个胎盘可能会冲到我的心脏。”他帮我缝伤口的时候，伊讲：“那就一个妈妈咧生囡仔，医生甲伊稍微的割一下下。”伫我30岁，我住在新庄，我要搬转去台南，因为我的先生要帮助我的家族的事业。迄阵，伫新庄教会的牧师有一个感动，我要为你来实习，我就诚做基督徒。伫32岁，我的生命有一个真大的生命的风暴。3月的时候，我的弟弟车祸成为植物人，我的公司，我们的家族事业经济危机倒闭。阮先生给我一个我足珍惜的结婚礼物，法院贴了一个公告，跟阮先生的事业。一瞬间，全部他的家业、他的祖产全部都破灭，每个关系
所有的梦想好像破灭了。如果苦难的经历是一个机会，让我有机会遇见神，让我经历神奇妙的作为，也经历圣灵的工作。在困境中，我学习到，在我迄阵心里忧伤、愁苦的时候，教会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居所。我常常拢爱带婷婷去太平静教会去参加合唱团。在回程的路上，我常常去找教会，我入去内底祈祷。我的亲近上帝，跟上帝讲话。忽然间，我看到教会的墙壁上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。我跟上帝讲：上帝啊，这是你甲我讲的话吗？若是你甲我讲的话，我愿意来接受。我为我生命中所有一切来感谢你。所以我的真奇妙上帝就是我的安慰。我教会兄弟姊妹甲我讲，耶稣是你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。在教会迄阵，我在台南圣教会，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爱我。无数个甲兄弟姊妹讲，我是家庭第一个基督徒。所以每一个加护病房的探访时间，每一个我需要的时阵，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到我的身边陪我祷告。上帝嘛，借着这个苦难，带领着天桥教会的林宪平牧师，以及林森路有一个祷告室马可楼。我常常会知影就去祈祷，我常常去参加祈祷会，我常常去遐参加他那边的特会。有足侪的牧师要为我祈祷，姊妹，我会当为你做啥物？我讲我唔知，我有太多的问题，我也不知道如何来祷告。我听说耶稣是我所有问题的答案，请你为我祷告，让我更多的认识他，让我经历他，让我明白他的心意。过来，我伫教会圣教会有一个足敬虔的一个长老，伊有互我荒漠甘泉。上帝就借着荒漠甘泉，互我真多的安慰。伊讲，我是你生命中的主宰，我掌管所有的一切，你只是客旅，你只要安安静静在这个船上，我必带领你。我是你生命中的主宰。上帝为那求根是那么有力量，是那么样的成为我的帮助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我体验到信心一个操练的过程。最近上帝借着耶稣平静风浪，让我看见上帝耶稣在训练的门徒进入深处，仿佛在告诉我，你要信，这些风浪是要你信心坚固，是要你来经历我。我对你生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。当我为台南要进入到要离开台南，上帝就把我带去方院，我就想讲，花了太多时间在世界上的事，所以我就想要好好的进入内室里面去祷告。不过上帝的意念真正是关过你的意念，伊就把我放在展望会的旁边，所以我就进入展望会的服事33会。过来9年后，牧师就带领我进入中辍学院的一个服事。感谢教会的接纳，互咱做伙来服侍，来陪伴这个细囝，互你生命经历着修复、建造。在失去当中，我看见更宝贵的事，我也珍惜我所拥有的。我看见上帝是迄个赏赐，是
所有一切拢是上帝赏赐予我。我嘛看见我的丈夫真正是一个大丈夫，他不是只有那些长辈说他非常有能力，他是非常棒，而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承担的大丈夫。他真的是成为我家庭的首富，成为孩子的榜样。我也看见我的兄弟姐妹是何等的彼此相爱，在困境当中，不管是我的娘家，我的先生的这边的兄弟姐妹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感谢上帝，给我的儿女真的是得恩宠蒙祝福，我的家庭都要归耶和华为圣。我们要单单的敬畏他、爱他、服侍他、荣耀他的名。我的生命中就像一个小女孩，一个破碎，一个花，她心爱的花瓶好像破了。耶稣将伊小心翼翼的捡起来，把它填补，用着金粉把它填补，让她的生命更尊贵、更美好。那是一个修复、整全、独特而且尊贵的生命。我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显得美好跟特别。感谢主，我知影我耶稣听我，不是我要来挖靠伊的时阵，我来祈祷第一届祈祷的时阵，还是我信主的时阵。我怎样？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我还在母腹，我还未成型之前，他就知道了我，而且他对我的生命中有一个极大的祝福跟计划。他爱我，他将我看为至宝，而且他赐给我一颗依靠他的心。感谢主，谢谢大家。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吼，就是上帝恩典教我愿用吼。阮是一个幸福简单的家庭。伫20多年前，我是一个信仰的孤儿。伫迄个时阵，我无力。心中的苦，脚步的沉重，互爹哋毋知影要搁安怎行落去。经过圣灵的医治了后，除去心中的苦楚，互我得到我靠上帝的甜蜜，祈祷开来的亲密。因为圣灵亲自用讲袂出的吐气来为阮祈祷。天顶的飞鸟无种造，却是无欠缺。咱敢比遐个搁较无贵气吗？若毋是上帝所起造的，一切咱所起造的拢是空空。上帝的话是真实的，无一句是无一句是拍落的。我要感谢上帝，互阮的家庭体会到听候的学习、甲反省、满足稳定的教育。最后，我要求主教示阮算数家己的日子，叫阮得到智慧的心。谢谢。
敬道、神圣的美福，咱请庄牧师。亲爱的姐，咱今仔日真感动，就是伫妇女的组织中间，咱的姊妹用感谢上帝的声来见证上帝伫一生中间的供应甲带领。今仔日咱要做伙庆祝这个母亲节，咱要对心中来互相祝福。首先要恳求天父上帝将今仔日的经文来送予在座每一个妈妈，因为这两段的故事伫圣经中间拢是非常的重要。今仔日咱两个姊妹，其实教会互因的时间实在是无够，较长的时间嘛无够，互因对起初到今仔日一句一句来讲因一生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姊妹。虽然咱中间无逐个姊妹拢起来做见证，但是愿上帝伫今仔日丰富恁的生命。牧师要代表教会，甲所有在座的姊妹讲感谢的话。多谢恁伫教会内底大事小事，真侪遮个代志，若毋是恁的侍奉，教会就无今仔日亲像一个家庭即种的温暖。无论是准备爱餐，无论是人天光就来教会扫涂骹，无论人伫即个教会来闭万心来吟诗祈祷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的每一个姊妹。今仔日咱第一段的经文是犹太人中间因的家庭中间足重要的经文，伊拄记伫迄个箴言的上尾一段。这段话互称做好女德的祈祷学落的话才德颂。这是犹太人因伫因的家庭生活中间一足习惯，伫安息日的暗暝食暗顿了后，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就是礼拜日。安息日犹太人因伫即个天落了后，就算安息日的开始。因食了暗顿，丈夫就每一届暗顿的时阵食饱了后，拢会读一段圣经的话，按因用背。因为伫旧约的中间，犹太人无每一个家庭拢有一本圣经。这段话就是伊的丈夫读予伊的负责人，不是情书，但是这段话讲了真水。伊讲能力与威严是他的衣服，他想到日后的情境就喜乐，他开口就有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这个丈夫伫每一个安息日食饱了后，伫迄个暗暝，伊的丈夫读这段话，其实就是咧甲伊的囡仔讲：孩子，我们的家庭有一个很棒的妈妈。这恁知这个意思吗？牧师讲这段话，要甲恁学乐，甲恁鼓励。因为这个落去，伊的丈夫讲：世间迄个有才能、有好品德、好品格、好女德的查某囡仔足侪啦，但是独我的太太就是世间是界第一。台湾话翻译讲界第一啦，有够水的一句话。兄弟姊妹，你爱甲你用这个放伫你家己，不是骄傲。你讲上帝，我感谢你。我虽然是一个真平凡的人，但是你赏赐我伫这个世间有一份上好的生命。这是牧师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代表教会甲所有在座的妈妈，包括已经做阿嬷的人。咱的教会40要强正40年，咱爱惨无停，为什么？因为咱教会的士大人，过去的遮的像本日长老娘本日七个长老娘，因为教会头一日开始有爱餐，一直到今仔日，一个家庭若无有负责人，迄个家庭就很乱，不成家。有的丈夫伊的负责人结婚离开世间了，伊丈夫煞毋知要安怎活落去。因为一世人是我靠伊的丈夫，我靠伊的太太，不是毋是我靠伊的丈夫。困醒起来，伊的太太就甲伊门床头准备好，今仔要穿的袜啊，今仔要穿的衫，今仔要穿的裤，今仔日要夹连的骨带，爱个真漂泊去上班。负责人就离开山，坐伫迄个门床头，毋知今仔日要穿着一件衫，今仔日要怎样？咱今仔无要讲感伤这代志，但是愿天父上帝互在座所有每一个姐妹
教会甲恁而乐的不是这一个母亲节的礼物，教会甲恁而乐的是上帝，伫世世代代互每一个家庭做妈妈的人，做负责人的人，特别伫教会内底做负责人、做妈妈的人。愿天父上帝施恩祝福，互恁的一生得到荣耀。这是箴言中间伫犹太人的家庭，因的伦理真要紧的一句话。愿天父上帝用这两段话，互咱在座的姊妹，今仔日恁对家己自我有一个肯定，讲我虽然是一个真卑鄙的人，但是万世代伫今仔日开始到永永远远，要称我做有福气的人。也愿在座姊妹，看恁家己做宝贝。咱人生顺境逆境，毋是咱会当境，但是咱会当伫上帝手中经一个浩大无比的生命。今仔圣经有一个人，伊叫做玛利亚。当上帝伫伊的人生中间做一个计划，伊伫圣神伫这中间甲伊讲有一日要发生这样代志，因为你要为上帝生一个囡仔，你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。伊甲迄个天使应一句话讲。太有这种代志咧！天使甲伊讲，既然上帝所讲的话，无一句话是无带有能力的。后来，当圣神甲伊解说了后，伊回答一句话讲：“我是上帝的女婢，就照上帝的应允去做。”我要鼓励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恁的教会内底无论做长老、做女长老、做女执事，有无？迄拢毋是上重要。伫教会内底，你就是上帝看做宝贝的负责人，好无？愿上帝赏赐恁一份真荣耀的活命，恁亲像玛利亚，就安尼接受讲，上帝照你所讲，照你的旨意去成就。我是一个卑微的女婢，我虽然真卑微，但是有一日，上帝我的后代要称我做有福气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今仔日的圣经这两段话，第一段是箴言，伊叫做美德妇女颂。这段话是伫一个家庭中间，咧教囡仔尊重、尊敬老母。丈夫嘛，因为安尼来感谢伊高举伊的负责人。伫一个以男尊女卑的社会，但是丈夫用安尼做因的信仰。兄弟姊妹，中文有一个字叫做好，你敢知这个字要安怎写？我毋知为什么中文较甲这个好写一个女字旁，然后写一个字。意思我人生孤单毋好，若有上帝匹配我，有一个负责人，有一个女人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是好的无比，是毋是安尼解说太牵强了？但是中文这个字太水，兄弟姊妹，一个家庭有一个负责人，有一个丈夫，有一个太太，这是上帝所创造婚姻的内底。第二段，咱要所读的这个经文的中间，牧师要用箴言这段话来感谢咱在座教会的姊妹。第二，我要用玛利亚伊的祈祷来甲咱年轻的教会的姊妹、查某囝，特别查某囝、查某囡仔，甲恁讲，恁爱用玛利亚做恁的祈祷，用玛利亚伊的信仰做恁的信仰。伫传统教会修道院的灵修，逐日的阴暗的祈祷会。读这个阴暗的晚祷，一定读这段话。恁会感觉奇怪，一寡神父较用叫做圣母颂、玛利亚的祈祷，其实这无分男女。伊讲我的心啥物？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神用耶和华我的上帝做我的欢喜。这无分男女，对不对？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耶和华我的上主为乐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这个母亲节的事，咱互传统的圣经的话，搁一摆活伫咱的人生中间，互上帝甲咱相合伫地，伫这两段话中间，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个礼拜中间，咱每一个人拢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是你卑微的囝儿，我是你卑微的查某囝，愿我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得到你的祝福，因为。既然敬畏伊的人，上帝怜悯要到万世代；敬畏上帝的家庭，上帝要祝福伊到代代无尽。今仔日牧师只有真简单讲两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甲主讨圣神，
若毋是圣神的同在，人真困难成做好德行、好品格的负责人。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人真少认捌什么叫做真理，什么叫做智慧。今仔圣经咧讲起一个好品德的负责人，伊讲到3项代志。第一，伊是一个能力危机，能力危机是外表的品格。第二，伊的嘴，伊一开嘴就有智慧，伊的嘴就讲仁慈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圣神洁净咱，互咱受好事、讲好话，互咱的品格就是咱活命的衫。今仔日伫即个母亲节中间，咱毋是用歌功颂德的角度，咱伫上帝以圣洁的家庭中间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即间教会要充满最荣耀你的查某囝，就是阮的教会的姊妹。见若人行入来到即间教会中间，伊看到阮的教会，因目睭眼之为之一亮，因讲介水介好地好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中间。咱的水是对上帝来，这是第一个祈祷。咱甲上帝讨圣神的同在。当然，圣神的同在，互人人生有真多的祝福。牧师嘛，常常伫圣经中间讲到以赛亚11章第2节，恁会记吧？当上帝的灵来踮伫咱的中间，咱的生命要充满真多美丽、水无比。愿天父上帝第一听咱的祈祷，将圣神赏赐互咱。也互咱在座的姊妹，当上帝甲你三角之地，你就有教示你的囡仔的智慧，你嘛有管理的家庭产业的智慧，你嘛有智慧，当伫上帝的面前来表明上帝的尊贵，互人看见你是上帝宝贝的查某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来领受第2个祝福。伊讲：主啊，感谢你赏赐我好的无比的生命。信仰毋是用拆字来解说啦，有一寡算命的人，有一寡好命的人，因真够拆字。但信仰毋是安尼，所以牧师拄则咧问恁讲，好这个中文到底啥物？伊由来对来。圣经讲咧好的无比，伫今仔日中间玛利亚，伊因迄个天使，伊讲对答了后，万世代要称我做有福气的人。牧师甲恁解说这个字。这个字足特别伫圣经中间，这个字叫做 Makarios， 这个字，这个字写伫啥物所在？写伫圣经中间的巴胡。伊对希腊语翻做圣经的希腊语，伫新约翻做 Makarios， 但是玛利亚伫这个所在讲，人要称我做有福气。这句话伫圣经中间，伊一个足大的意涵，就是。这个祝福，这个福气，毋是人努力得来，是上帝赏赐。这个福气 ，Makarios 伫所有的圣经中间，伊咧讲，就是这个天下天顶地下中间上好的福分，伊就是对天顶来，是属上帝。愿这个 Makarios 这个祝福伫在座所有兄弟，特别你的姊妹，恁将这个福气带入去到底。恁的家庭伫恁的婚姻中间，上帝做恁的瓦靠，上帝做恁的天父，上帝做恁家庭一切所需要迄个活命甲福气的源头。这就是玛利亚，伊伫今仔日伊讲：我虽然卑微，但是上帝若要用我，主啊，伫我一生中间，我交托你，互我的一生，我所有要行道路伫你的计划中间。教我在座遮的天的节。青年特别是女青年，牧师要甲恁鼓励，大胆甲上帝讨。查某囡仔毋是穿水水，找一个嫁一个缘投翁，嫁安人生就结束啊。查某囡仔嘛毋是真够煮食，你丈夫就出外去趁钱，下班回来你就置办了这个3顿，互你的家庭有一个温暖的家庭，安尼拿定。查某囡仔嘛是一个真完整的生命的个体。愿天父上帝，咱在座伫今仔日，咱祈祷2项：主的圣神入我的心，主的圣神入我的家庭，主的圣神入这个教会。第二，恳求天父上帝甲咱三角之地，上帝将一个好的无比的生命赏赐予咱。毋是讲咱毋免努力，毋免讨谈，咱就会得到祝福，毋是。好的无比这个祝福，恁若认真读马太福音第5章，巴胡。
伫遐圣经中间讲3项，伫人生中间足大祝福。有福气的人，第一，伊要看见上帝。兄弟姊妹，你若真足想，看见上帝有啥物了不起咧？足了不起，兄弟姊妹。你若真正看见上帝，你的一生都无怨无悔，你相信吗？基督徒最欠缺的就是看见上帝，看真侪圣经，啊，听真侪讲道，啊，伫教会内底看真侪基督徒，独毋捌看过上帝。一个若真正看过上帝的人，伊伫人生中间就不会眼高手低；一个看过上帝的人，伊对人生就有品味。兄弟姊妹，你相信吗？好得无比的生命，就是当你看过上帝了后，你就知，这个全世界无比上帝更较好的，第一好、介好的。兄弟姊妹，第二，这个圣经福气马卡瑞斯伊所讲是什么？恁就要称做上帝的家子。兄弟姊妹，天顶的祝福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就称做上帝的家子啦。用咱台湾话讲，天公啊囝。台湾人是一个真高拜拜的国家，你敢相信？台湾人真有宗教心，恁对什么所在看得出来？恁迎妈祖的时候，你就看得出来。若有艰难困苦的人，拢跪伫咧路中，就万妈祖婆怜悯，用伊的桥头甲我遮早，用伊的桥迄支棍仔甲我安抚，甚至甲我英语讲 hug， 甲我拥抱，甲我联系，甲我触摸。兄弟姊妹，圣经讲有福气的人，因为因要互人称做上帝家子。兄弟，你敢捌听过人甲你讲你是天公仔囝？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你家己讲就好，毋免别人讲。你啊，上帝讲，上帝，我一生一世，我属于你。到底你是我的天父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我会当无爸爸，会当无妈妈，我的爸爸妈妈会离开我，但是我的上帝永远无离开我。兄弟，你相信吗？第三项好得无比的祝福是什么？因为上帝国就是恁的。兄弟，这偌人伟大，你敢知？上帝库房若是你的，你就叫做好野人，叫做阿舍囝。因为你的天父若是一个丰盛、丰富的活命的上帝，你敢会过得去食人生吗？兄弟姊妹，你相信？因为耶稣所讲，我来是要为着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你得到啊吗？原来你今仔日的拜牧师的讲道就是安尼，两项。上帝，你的信心一挂心；上帝，你的信心一挂心。你的信心要带来一切所有的良善，你的本性。上帝的性情，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智慧。你相信吗？圣经所讲其实毋是解说啦，圣经所讲的嘛，毋是一个口号。所以圣经所讲的就是活命的本质。咱有上帝，咱就有一切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第一个祈祷，求上帝信心入你的心。你就有好的心，你就讲的好的话，你的生命自然就有荣耀，互人看，水互人看。第二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我伸出双手。今仔日牧师讲迄个8福，原来8福毋是3福，毋是8福，是3福。我要看见上帝，我要受称称做上帝家子，我要得到上帝的国度。上帝国度若临到，就平安，就公义，就四正，就良善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的国度若伫你的家庭，你的家庭就和谐。上帝的国度若伫咱台湾这个社会，台湾这个社会就别安尼乱吵吵。兄弟姊妹，我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姐妹都好得无比，每一个弟兄也好得无比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神圣的美福。对天日来神圣的福分，显示伫咱中间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庆祝这个母亲节。阮除了鼓励阮教会内底姊妹以外，阮少年阮家己肉体所出，阮的父母，阮的妈妈。祝阮的妈妈检查有人还阁健康，阮有福气。因还阁伫阮身边，主求你帮助阮，爱要及时。
对阮的士大人，毋是出一支喙；对阮的士大人嘛，毋是包一个红包。对阮的士大人，是对阮心中有足深迄种的敬听的心。祝愿阮的士大人伫家庭中间受高举，伫阮的家族中间，互世世重视。愿阮的士大人是带着安慰甲盼望，伊无感觉讲啊，活遐尼久，实在真痛苦。主帮助每一个教会长辈，因拢活伫盼望甲受尊重、受尊敬的中间。我嘛用感谢的心来感谢阮伫一生中间有生阮、饲阮、教示阮的老母。主检查伊有离开阮，但是阮相信有一日阮要搁伫天顶相见面。阮为着即种的亲情感谢，我嘛相信爱是永不止息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祝福阮的教会，对古早犹太人开始，引导即种才德妇女颂，搁有玛利亚伊的祈祷。主求你帮助阮的教会是一个常常会晓用上帝话祈祷的家庭，也古早人所得到的祝福，今仔日嘛要游园伫阮中间。不但伫阮中间，伫将来阮的子子孙孙，即种的福气嘛要伫阮的子儿孙中间。祝福阮的查某囝，因有真正水的活命，无论去到啥物所在，互做有品格、有信仰的查甫囡仔，因有福气，通得到阮的查某囝做因生命的帮衬。就伫阮的人生中间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在座遐的姊妹的家庭，阮的家庭是一个上帝你的恩惠，上帝你的慈爱，上帝你美好的话，伫阮的一生中间，对即时到永永远远无尽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学了，咱请主理学。
即时，咱用圣诗454首来应答上帝的听，请起立。备办心来准备奉献。
安礼，咱请曾牧师。今仔要行平安礼进前，咱先来请咱的青年，来送妈妈礼物吼。好，好，好，安尼青年有准备花要送咱在座妈妈吼，爱因去摕后壁摕，咱互因一段时间摕一摆了礼拜堂。咱来先来来颁发今仔日咱的教会有一个奖学金吼，有奖一个奖学金要互3个青年吼，苏文。这是苏文。苏文，加油！好。玉范。玉范加油！上帝祝福你们哈。浩云也在你哈，加油哈！上帝祝福你们。来，牧师文，来，咱来听祈祷哈，咱来听祈祷。我们牧师为你们3个祷告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为3个你的查某囝来祈祷。主啊，你互你的教会成做伊的第2个家庭。主，你赏赐因，伫因的生命中间有上帝，你对天顶甲因有庇。伫因的一生中间，也头仰望你，你对伊，你做因的天父。无论是伫因的智慧，伫因的生活，伫因将来所要行的道路中，主你做因的爸爸。主你帮助因，互因伫一生中间会通，因为仰望你的时，因对因家己的人生就有更较深的期待。主你诚做教会的主，你嘛诚做因的主。我们伫你的面前，将这3个查某囝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甲因加油，也求主你甲因疼惜，甲因祝福。我来恳求祈祷，我所性命，阿门。耶稣爱你们，加油啊！加油！请每一个妇女毋好离开咱的头前，咱来开大合照。第2点的报告吼，有一个咱教会吼，有一个姊妹，伊艰苦奋斗20几日的时阵，因规庄的人吼，摕去庙，摕神礼去庙的吼，规庄的人跪在遐拜。为伊的健康，为伊会当醒起来祈祷。无偌久，这个姊妹醒起来的时阵，伊来咱教会洗礼信主吼。因规庄的人拢袂谅解，但是伊甲因庄的人讲，伫伊分别的时阵吼，因庄的一个士大人吼，一个迄落。像伊阿婆迄类的吼，18来甲伊讲吼，我带你来，爱就带伊行，伊讲行迄条路吼，愈行愈暗，愈行吼愈寒。当伊越头的时阵，伊看到后壁一群囡仔吼，咧背主导文。这个主导文，为啥物伊知影迄叫做主导文？因为伊细汉捌去过教会。咱教会吼拢真注重囡仔爱晓背主导文吼，咱大人若还袂晓背主导文吼，爱紧会晓学背吼。主导文是上帝，是耶稣基督的祈祷，伊的话吼有迄个权柄啦吼，权柄。爱讲哇，这个囡仔太，踮遐用迄个咧念主导文遐尼好听，伊就甲迄个阿婆讲吼，我无爱甲你听。
然后伊走过来，即边囡仔遐，用即边吼光亮亮，啊伊走过来了后，阵醒起来，啊伊想讲哇醒起来，醒起来，啊醒起了，伊来咱教会洗礼吼，伊就是咱即礼拜幸福到你家的主角，吼，伊讲牧师，为什么幸福到我家这么少人呢？嘿，还个人无报名吼，伊传做吹草哦。因隔壁吼有咧饲鸡吼，家己饲，家己杀，佮家己煮吼，伊拢备办好啊。啊，伊讲吼，伊看伫迄落妇女团体报名，较会遐尼少人啦。伊讲为什么人较会较少人报名？伊讲牧师，你等下来帮我讲一下啦。伊有足侪见证的吼，啊，咱幸福到你家拢咧听咱的。迄个家庭的见证，啊，咱若是要听下一章，啊，你来去兜吼，后通食饭，后通听见证，来理会你徛起来，大家熟悉一下。即个摆啦，为什么我较无事要去参加？阮家己兄哥的查某囝的结婚，啊，搁咱教会有几个中职要去参加。丽青姐妹因妈妈个别些，啊，所以有啊，佫无人报名，但咱报名甲今仔日截止吼，请咱大家较紧报名吼，是毋是愈侪人愈好？好，啊，恁等者吼，恁若无爱搁伫咧妇女团，恁直接甲文芬讲阮要去安尼就好，邀请咱大家来吼，邀请咱大家来，啊，报个以上，咱再来请牧师。对着每个妈妈祈祷，啊，然后咱要请人要来送礼。咱先来为妈妈感谢吼，理会嘛是一个咱教会拄则陈牧师替伊做见证，以后有机会才互伊，即摆咱去因的家庭中间才互伊家己讲吼。理会也是咱教会做一个事工，叫做野外流动图书馆。我毋知恁中间有人会记无？咱教会以前德登乡有无图书馆？啊，所以咱的教会就办一个图书馆，拄啊伫漳州路的厝，啊漳州路迄阵伊无住伫遮，伊借教会啊伫遐做一个图书馆。啊，德登乡因为没有图书馆，啊，所以咱就家囡仔准备一寡册，互囡仔自由来借。后来就发现讲有诶较庄外的囡仔，因无方便来教会，所以后来就参详小如啊，甲即个理会因的厝，用因的厝会订做。周末的流动图书馆，啊，咱甲册一箱一箱插起啊，啊，用车再去引导，吼，啊，逐礼拜去换遐个册，啊，互附近的囡仔伫遐来借册，吼。咱的教会即个工作伫到德登乡有乡公所的图书馆了，咱就无搁再做即个工作，因为我们不是在锦上添花，吼，啊，迄个工作有人做，咱就互人带迄个祝福，啊，咱家己过去阮。今仔日因为陈牧师咧讲到理会，我就想到过去因伫因的厝做真水的工吼。上帝用咱带做各位的家庭吼。今仔日牧师今仔日的讲道其实就是一个心意，愿恁的家庭真侪福气的出口，上帝福气的出口，咱做伙来为遮妈妈祈祷。至诚的天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想使阮即个小小的教会有真侪真特别的故事。主检察因已经袂记你家己过去遮个故事，但是主你伫天里拢永永远远会记得阮手所做工。所以伫你面前恳求主，你祝福阮在座的妈妈，互遮个在座妈妈因的一生中间有信望爱，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主你互阮的家庭，因为妈妈的存在，家庭就充满福气温暖。我们要为着遮个妈妈的健康祈祷，也求天父上帝纪念因心中对囡仔的看顾，互因的囡仔无互妈妈的操心，也互遮个妈妈心中放心，因为上帝要照顾因的囡仔。阮将遮个四大人交伫你的手中，特别为着年长的长辈做阿嬷的，阮恳求天父上帝，遮个年长的长辈，因每一工拢有勇健的身躯。主你照顾因长岁寿，个福气嘛长长久久，稳定一世人的久。
阮伫你面前将因交伫你的手中，祈祷我可所有性命，阿免。好，外面的囡仔咧压雨吼，等真久，咱请因入来分会。啊，咱妈妈站起来吼，还是举手，不方便站起来，举手吼。啊，再举手啊，再囡仔送礼物吼。亲自做的吼，毋是买的吼。咱请这的青年吼。每一个妈妈举手哈，啊，这青年就送予咱一份。齐学仪一个到帮忙哈。都有哦，哈，免客气，哈，咱都有准备哈。咱请举手，咱若妈妈若礼物到你头前免歹势哦，吼。啊，咱今仔日真欢喜，即个总博文兄弟因夫妇，吼，对南港来倒来做礼拜吼，伊是咱得当的竞赛，咱甲因欢迎吼，因。今年过年了后，已经倒来几啊摆啊，吼，咱真欢迎倒来做礼拜。还有志坚啊、佩奇哈，耶稣爱你们，很高兴你们回来做礼拜，很高兴你们回来做礼拜。敢有第？雅慧，赶紧快点。也是。咱举手哈，咱举手，青年条到咱的身边，你们不要客气，哦。无摕着，请举手，免客气，好无？咱用这条诗歌来祝福咱的妈妈，吼！啊，咱用这条诗歌来为着咱的家庭祈祷，愿主的疼伫咱的妈妈的身上，吼！愿咱的家庭充满疼。少年无伫阮中间的是大人，阮的长辈做妈妈的，主啊，求你纪念因，无论因是伫北部，无论是伫中部，主求你的主爱甲因相合伫地，互因伫母亲节的时阵会当享受家儿孙对因的友好甲尊敬。也愿天父上帝施恩怜悯，互阮每一个年长的长辈身躯拢勇健健康，特别是阮的姊妹。阮恳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，互阮的家庭是一个
互听充满，爱是永不止息的家庭。主，互阮爱要及时，互阮真正对心中用敬畏的听来听阮的是大人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怜悯帮赞。阮中间设使若有人伫最近拄着重担，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，互因所拄着的艰难，伫上帝你的扶持中间会当搬过，超出所求所想的平安。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下面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吼，请来生日的人来祈祷。明丽玲已经生日快乐，吼，咱来祈祷。天顶的上帝，阮为着阮的姊妹生日来感谢你。主，照你圣经的教示，阮用油抹伫头壳顶。主，你互阮生命的杯，就亲像主你的恩典满满。主，阮将生日的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，互因的生命中间都有上帝你恩典的记号。主，伫过来一年中间每一天，主你互因每一天当因天开目睭，就看到上帝你的荣耀来迎接因。伫因出外，主你就扶持因的脚步，互因出入拢平安。也求天父上帝赏赐，互因智慧聪明，通管理因的人生，通算效上帝你的恩惠。至圣的圣神，求你点伫因的生命中，互因看见你为着听你的人所备办的祝福。主啊，你为着因所备办的祝福，就是圣神要点伫因的生命中。因要看见上帝所有备的一切的恩典，我们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甲因同在，主啊，愿你施恩赐福，祈祷我个所的性命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好，咱来请下面这师会来报告，吼，来请报告的人来。这是我来做报告。长洲聚会主日礼拜日奉献3820块，出席60人；主日二礼拜奉献330块，出席7人；祈祷会拜三8点，出席7人；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离教会，祈祷会拜三8点离教会；查经班拜六9点到7点半暂停。圣港服侍下周书会，陈美秀执事，领事陈忠信长老，司琴沈千义姊妹，书宪招待郭依林执事，林安乐执事，爱餐尤丽芳执事。先按讲读经表，咱家己看，愿主赐互咱每一个人伫生命中拢有灵修的时间。具体交通第一。本主日是母亲节，愿主祝福每一个母亲平安喜乐，一世人有讲袂尽的恩典。第二，5月24号拜六，本会伫上午9点伫丰武球场举行本年度教会运动会，欢迎邀请亲朋好友参加。8点50分准时集合。第三，5月17日礼拜六上午11点。幸福到我家，地点伫林立会姐妹家庭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第四，请为着女外的兄弟姊妹的健康甲生活祈祷，求主保守大家心灵拢健康，耀花一日，温上加温。生日的有曾万代、张秀玉、洪宗尧、孙敏丽、陈秀软、洪瑜君。杨依林、张子静，愿上帝温上加温，伫因的生命当中，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问题，请过客更正。大道事项第一，为着新兴欠安有庄严、庄仁聚、黄宏仁、洪吉昌、洪吉兴、曾暗昌，以及为着教会所有的长辈的健康平安大道。第二，为着教会青少年新心灵、课业、升学、考试、
祈祷新大学的有陈慧安，新高中的有钟善如。第三，为着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。第四，为着出国在外的青年林宇轩、刘义明、庄爱玲、陈恩金代祷。第五，为着咱的姊妹教会代祷，富林姐姐德克达雅。以上报告。到你家，牧师我都去你的厝，牧师先给你祈祷对不起，牧师这个礼拜有家庭有喜事，我都亲自搞你的家庭但是上帝永远在亲爱的天父，我真感谢你，让你的查某囝来得等找你。主是你家己带入来你的厝，主我要伫你面前，有着你所想事，阮的姊妹对心中感谢你。主恳求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祝福，主你天灵来福气，今仔所讲，玛利亚所讲，万世代要称我最有福气，这个马卡瑞斯这种的祝福，临到伫你的查某囝，祝福伊的生活中间无有任何一个幸福的欠缺。主你的幸福是对天灵来，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伊的家庭，祝福伊两个后生，甲因的新妇，恳求天父上帝祝福因的家族，阮伫你面前将理会交伫你的手中，奉你的名来祝福因所徛起的空间，要真侪稳定的记号。主你甲因三甲地地，祈祷我个所性命，阿门。耶稣爱你，上帝祝福你。这是咱做伙来吟上吟圣诗509首，阿罗天父万福本愿，请起立，吟诗了，咱请牧师来祝祷。主耶稣基督恩惠，天父上帝的主爱，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